那应该我真爱。啊，政治，我其实唔是爱政治，我是爱台湾的，安尼。啊，因为我较早和陈武雄啊，学读册哦，啊，所以人我叫读册安尼。啊，因为阮亲戚后丹武乡的几哪个啦，啊，老爸我怎改名？哦，怎改？因为我离景美深坑出世哈，所以和陈升锦，谢谢啊。这期会去就爱咩？陈升锦吼。较早阮老爸客家，厝边2015年8月，陈深锦返去细汉的时阵捌大家厝。伊3岁时阵，老爸伫即地经营豆油工厂，才对台北刷去屏东。我细汉迄阵吼。对阮爸爸看到伊就惊，啊伊若喊我讲话吼，有惊吓，所以较早细汉时阵讲话会大忌。我甚至慢慢问阮阿嬷，讲我是毋是阮爸爸生？哦，安尼，啊阿嬷有讲囡啊，啊你若讲啊，我讲我顶悬有姐啊，下面有小妹，哦，啊伫校放学了。因会使去佚佗，我都爱含工人都爱洗干啊、入干啊、白豆油啊。小学成绩真好，毕业了后，陈深锦佫考到明正中学初中部。初中的时阵，有一摆真好奇去奔学校乐队的喇叭，从此结下不解之缘，伫学校出尽风头。啊，我参加乐队落去了后，我初二，初中2年级，我技术就超过这学长，我在做乐队队长。初一下期的时候，迄个救国团的，迄个一般的迄个暑期音乐战斗营啊，其实真正对人袂对啊，因为人喺高中的人较有身谱啊。啊，阮是拢看干谱的，看1、2、3的。但是个人比赛我还没有高中落去比我小喇叭第2名，一支小喇叭，啊，一支小喇叭是较早骆驼牌骆驼，是公山节，啊，迄阵老有支就足欢喜的。陈深锦高中的时阵，都定定伫校外去参加婚丧喜庆乐队的演出。高中一个毕业，就去歌戏班、歌舞团，嘛伫戏院为水片顶台艺人伴奏。所以我头一届真正做了这是做了啥？人一团歌戏班，无乐师要请乐师叫，尾啊人都爱叫，伫遐做一礼拜，赚的钱赚的这道是好赚啊，尾啊就开始一直行回家，阵迄个有离个迄个随便登台，有一款影星像白兰一款电影公司的迄个，我才开始电台，开始电台，我咧电台属于讲今日伫屏东
含内部这个片弄有咧演，演一半，电影就停起来，或者歌手也是主角落去唱歌，阮就演走，就款的，搁过内部迄边去的，落来走。阮一工120块，迄影车啊歌手才100块尔。因为我头啊出来拢是看简谱，但是尾啊含啥物人诶？含杨三郎，做港岛业务这个，伊本身我来吹箫喇叭，叫做远东歌舞团，爱做杨三郎伫遐，伊迄个推录专业学生啊，当然我毋是啦，伫伊个对啊，哟。若5线谱袂晓看你家己看会得，歹做乐师。我3工好啊，我3工，第4工我就来看5线谱来背啊。服役的时阵，伫陆军总部军乐队，精通各种管乐器，但深景对安尼行上乐师的人生之路。陆军总部军乐队才有100个，100个内底我这生活枪管那边有超有10个。第一头一年是分小喇叭啦，第2年就改落分萨克斯伫迄个环境你若练乐器，只要暗时莫个，你4啊指甲毋伫个器械甲分开去练拢无要紧。所以伫迄个所在，我一寡乐器拢伫遐学。陆军总部管乐队有点好处的啊，你若暗时迄落你会使外面兼职所以伊有条件，你咧兼职你爱缴1/3等于对人，所以我迄阵有兼夜班的舞厅，暗时有当时留迄落舞厅，有当我有工装伊有勤务，阮舞厅后面就爱请假。我做兵入去训练中心的时连假都请嘛无。退伍回来迄个就讲做舞厅啊歌厅啊，我大部分做歌厅较济啦。我台南做流星歌厅，屏东嘛捌等于屏东接迄个乌丁歌歌厅，尾出来高雄，迄个伫京都乐府我拢伫遐足久诶。京都乐府就是即马后壁即栋苏黎世保险大楼，较早无遮悬，较早3楼尔所以1楼是餐厅、咖啡 shop， 2楼、3楼歌厅3楼尾早是迄个员工的餐厅。迄阵是上大间的高雄市上大间的歌厅，有超1400位。迄阵台语，阮阵超了，迄阵超3600。不过迄阵若3600台语是非常的高。迄阵市政府的科长才超700块尔，驻唱歌星迄阵超1200块尔。阮乐队超3600至4000安尼。尾一阵美军有迄落时，我就转走过华华饭店。我伫遮做迄阵，加7贤3路和公园路
去神山路迄阵才有一寡酒吧，吼，所以美军船也靠划起来酒吧真济，啊，为酒吧啉酒啉的吼，就走来花湖，啊，阮花湖地下室，吼，是专门做吼，互遐美军跳舞啊，吼唱，演奏互因听啦，安尼，啊，伫花湖遮咧做，还袂落时就礼堂外遐咧叫，所以我遮是要礼堂外进行的工作。我迄阵是两位咧考虑是中师和礼堂外遐，但是我和阮老爸讲，阮老爸讲，啊你技术有够遐，台湾要出去观光的机会。你的观光无法度，等于讲你大企业，你要商务考察有关系，走我大去。然后阮老爸就叫你考虑看觅，我认为讲去礼堂外遐会当出国去行上好。1972年，陈清景随李东华特技团出国表演，伫纽约时阵熟悉了台独联盟的陈良基、陈良峰兄弟，头一摆接触到台湾青年，受到启蒙，嘛改变了伊的一生。伊因为办官方，伊是和蒋经国做好，来到纽约啊，还未开始啊，还未开始进游，我就走去外口。去向个附近看，啥物货，我都伫遐看，啊，都两个人伫遐看海报，就陈龙峰、陈龙志，遮拢嘛伫啊，伊这拢安怎，我唔对哦，我未伫啊哦，安尼。然后我过来，你内底我系啊，你单元啥？我夹对伊啊，就伫遐开讲。因本来是伫外口看尔，无免入去。就下晡开讲了过去了。我差不多啊，我嘛爱入来准备啊。因就拍票入去等刷的时候，你明仔几点演？我几点演？无明仔你敢捌去迄个自由女神遐？我拄来遐，我毋捌去。无明仔我来带你，尾伊就摕一寡台湾青，摕一寡册我看好愈看人愈去啊！我算音乐，我完全没有接触，看了啊，迄阵才30套岁啊，几百个啊，安尼就伫遐再加入台独联盟。迄个张灿宏迄阵是主席啊，所以还冇见面迄阵是陈良基、陈良峰加张灿宏，那时候不需要宣誓，口头上有见证人，安尼就有事。因为迄阵讲本来要带台湾同乡会含一寡迄落熟悉，叫人讲安尼卖，因为人真歹讲啊，你愈熟悉愈多人愈无安全感嘛，所以讲就爱用直线的，啥物会伊若有啥个代志伊交代人用好习惯我若若有真正有交代人。用 Peter， 较歹用电话人拢会监听国外。尾阮就爱用啥联络用车批，阮是拢用中式的，迄个第一抓第几甲第几要用着的字，即抓对要用着的字，家己想办法落去写。比如我明天，我5月
要到美国，啊，我今天安怎吼啊？我们5个人呐，看月亮啊，啥会安尼？伫夏威夷，阮有那伫遐演要1、2个月哦，啊，伫遐是含遐服务生吼，拢真少，啊，好伊刷要转来啊，像我台湾青年啥的，这车我总袂使早转来啊，我说要转来，一天我自驾车，等到闽南卡。结果伫机场等飞机，迄服务生开车自遐车载到机场，讲这我这车塔无早转来啊，等到遐落来，因咧特技团咧，那么外省人较济啊，姐说哦，你看这个书啊，没有啊，这不是我的了。这态度咧，问个马虎就是安尼。这个三角的，伊有好多种那个，伊这个会当代表台湾的国力啊，搁一个对客人、荷兰人、原住民。是安尼，当做代表国力啊，当代表是弓箭的箭头，搁过来，这是安尼，就要融合圆满，搁其他的，这是不是一个人？伊这语是代表啊。不倒，不倒，永远不会倒，这印章就是安尼。迄个笔我给你上，我就是唱你家，唱你家行有当人会看嘛，我的歌。这个叫通条，通条个啊钱，再个放一个包啊，你爱看无啊？因为你爱看伊只看袂着啊。迄个印啊长了，伊红的就红的，青的就青的，长出来就这款色。我都无一定迄个，咱先想着安尼，迄个艺术的起来，才等的安尼。我迄阵唔敢留底了，等了发老完。陈清景转来台湾了后，偷偷散发台独联名票籍的传单，互政治单位锁定调查。等于感觉唔对咯，想要对加落水偷渡逃离台湾的时阵，已经伤慢了。但是我转来伫遐代志，我讲互阮爸爸听，阮爸家己较细字就好，安尼。阮太太伊嘛唔知。转来尾啊，我伫红河母听的是有一个人就会走母听找我，然后伊是大陆联名日本家的叫伊转来找我。过第2届、第3届，我迄个你日本过来美国遐送交代，用丢产号，我敢丢产号，用个啊，安尼，伊阵若甲我讲是好。叫伊过来，我就用丢产王讲丢产王正人知嘛，但是伊这福普无讲出来我讲这个人有问题，见问我你怎么最近
最近有啥活动？哦，啊刚好，人讲队伍发现一杯传单，甲美丽传的，我怎好时间呐？哦，我渐渐咧摕啊，咧预防啊，所以我迄阵有讲太来讲啊，我可能会离开村一阵啊，有啥代志，我毋免讲。所以我迄阵是有按正要为屏东高校水遐出去，迄阵都有一个老师单义达，伊是高校水遐的啦。我走伊遐佚佗2工，我是按讲看有3班啊啥货会当出去，因为住伫朋友因厝。迄几暗啊，到肥甲的，附近有一个生有人，我安尼我遐袂紧人进来，我都要等来无偌久，就迄落，因为伊也知影讲我安尼走是要准备要搁选出去的。1974年母亲节迄天，伊就互因掠去了。我记忆上深，在迄天，在5月12，在第2个礼拜母亲节。迄阵是咧乡运会，招来家庭家己讲喊我讲话。迄一天我翘倒来，伊就伫遐等我。啉咖啡2个伫遐，我啉无几喙，人就来啊。来4个人。4个人2个徛我边啊，2个徛伊的边啊，然后，我请你，我的长官要请你，去熟悉一下，你现在有所讲，你是对一个单位的，伊也刻出来，用调查局。恁4个人就安尼，2个人，先主要带我上车，车顶搁2个，但是另外迄2个无行，还没相当会伫遮。我迄阵在我想我先行伊后壁可能迄落，所以伫高雄调查站的时，我问伊乡运会，用阮另外3个别个所在，你家己自信难保你要烦恼人个迄落，你2个拢共款。互因掠去了后，陈深景带先送去高雄调查站，佮送去台北新美处所侦讯。伊是先去迄个高雄调查站，就市议会边仔遐，入去较无半点钟，就请来个载气球，伫遐拢无问啥物货，就再送过来台北。要招人机又讲，然后等着熟悉，拢不要打招呼，安尼，拢袂使向人讲话安尼。飞机我坐中边仔2个，佮头前一个，后壁一个，头前排后壁排拢有。迄阵较想讲，厝里人要安怎？老爸后壁要安怎？某囝要安怎？生死拢毋知啦。家己后壁该安怎有，真正讲都是一片空白。落机场了后，都换人啊。伊头是用法律的法官，我真正受着，法律的法官该收押，迄一案暗顿，
伫内底食，迄菜老洗点水啊，但是佫结无一个啊，有人送物件入来，哦，这兄弟吼，请你的啊，安尼，所以讲我迄搭遐是属于地方的迄落，哦，过灯工，哦，都换位，换伊，我那是法医内底哦，后壁有一个真悬的墙啊，伫内底迄个调查局的人啊，伫迄搭遐吼，迄搭遐所经过，所以哦，日时啊、暗时啊，毋知伫内底也是上有听到人咧哀声啊、惨叫声啊，但毋是伫房遐，伫外口。伊咧问，毋是伫内底遐问，佫该带去别个问。啊，一个拢死的。啊，你敢无法度看到人？无法度，因为伊一挂电话，纯粹电话啊，规个来手啊，你根本无法度看到讲哦，迄边仔人是啥物人？迄头啊，你来问讲，你参加带头联名，你有没有绅士？有就抓有无？啊，你安怎样？你若讲无哦，你有参加，但是你无绅士，啊，反正逐项问题都拢有陷阱伫内底，啊，啊你也无引用，无一句话尔嘛，啊，安尼，啊你问好，啊无这些安那，你绅士，你就抓。你举正手也举倒手，还是无举手？这嘛是种陷阱啊！你讲举正手、举倒手，你讲有，无举手嘛是讲有。所以伊个问，迄种问题就是讲，伊买你自白书内底要安怎样拢。逐回拢都个改啊！伊自白书是安怎头啊是互你家己写，写第二届问袂使，这袂使，你得爱写安怎样？随时都安尼无你叫安怎样？伊就爱亲像伊上轻呢，就安尼。用这安尼，关注别安尼，伊镜头改硬了，有当会把你滚动。互恁疗伤袂够诶，用骗子，喙齿甲硬板，搞板去。所以我怎规个拢割喙齿。所以讲，为上痛苦的日子就伫迄阵，生死未卜，伊甲你行硬迄落软的。迄落，你知影你有某有囝恁某恁囝安全，恁老爸安全你家己爱考虑一下所以讲，伫调查局迄关等于人咧讲少林寺经过迄个平个18当人
因爱是啥物自白书吼？其实自白书完全毋是你家，完全毋是事实安尼落去咯。伊受到各种的刑求，拒绝配合，编造自逼，牵连他人入罪，真好运伊保着一命。判决了后，陈深景太太头一摆去会面，伊才知影讲，互伊抓去了后12天，老爸因车祸过身。当时厝内人真情，希望讲会当互陈深景转去厝的盆伤，无想讲互调查局误弄。就判决了后吼，我就电话接个。头一句，伊就骂我啦。然后老爸死，要去等你，你半路逃走。我唔知影我老爸死过身去啊。我头有啊，我根本唔知老爸过身去。哦，伊知我听阮老爸过身了后，安尼吼，我规个心情落啊，伊个讲，人调查局要互你转去，该送到半路你逃走，好听一个啊！估计啊，迄规个人啊情绪安尼凝在迄落，我当时死，当时做啥伊才讲啊，我根本无啊，老爸死我嘛毋知，因嘛无甲我通知啊，嘛无讲要互我转去，伊讲是车祸，因为我入来了后。第12天，因为阮爸爸迄阵伫人一间红豆仔工厂吼，迄是伊朋友开的，伫遐咧做监督啊，怎样个？甚至伊若买红豆啊，拢阮爸爸去鉴定啊，一回讲卫兵拢徛倒摆要救入遐看，救入万丹遐看红豆啊，伫半路车祸过身，照因来讲是阮爸爸烦恼啦，烦恼我的代志啊，所以才会出这车祸。其实我等去压房了后，因遐讲，这个原来是一种疑问啦。正侪人掠去要关厝里的人有代志啦，会出这车祸啊。讲这真侪是人制作的到底安怎样我10几年无伫个，嘛无都去调这个案出来。我剩这白贼话，因若讲会出嘴。你既然后我互转去，了袂使互转来，就讲安尼。你等到时间到啊，拢无消息，再叫我一个表兄去问。迄个表兄问诶，无啦，就要互转来，送到半路，讲伊送去到半路要逃走，再搁掠倒转。所以讲，即款情形我转去压房了后，要讲互因听，这正常诶啦，我是讲我判无期啊，遥遥无期啊，你若迄落，你搁伊嫁啦，你叫人迄落，离婚的协议书写我签互你，我转互你啦，伊就无爱。阮太太才检查，阮老爸过身了后，过阵工，我就做即个倒啥。等到暗暝天要光，思念亲人心头酸，看着爸父心头酸，可惜在无
亲吻，晚安弟兄，家郎来东京，多少多少，可惜家的终会。我会记阮太太头一摆来接我，也是借落雨天啊。陈深景大生伫景美仁爱楼服刑，这个期间捌伫有3部担任外役，后来移送列到国防部感训监狱烈酒山庄，伫迄个担任过八壳话制作，虽部外役，也被指派负责活动的乐器演奏。迄阵加一个姓孙的，什么名吼？因为我出来做外役头一个，就是贝壳布啊，我是伊明仔要离开，今日才叫我过来接，加这图互我看，大概讲这个安怎安尼讲安尼尔，棉花、卫生纸、石膏，安尼。这是拍底物件，其他拢例啊较济啦。迄个三合板加美式纸，因为你一幅画它有一个底。你若做鱼啊，这个纸我拢用水彩甲画过，再放落布的下骹，再用布落鱼啊放远看安尼。我是用字甲写尖尖，这字你温锅啊加凉的就过来。我是做立体的，做半圆形的。老虎阮就爱做甲有卡出来，这喙用安嘛唔对，袂用这种例啊。我有咱用海胆的迄个内底白白迄落做喙齿，迄个是松鹤啦，松鹤鱼啊，老虎，若无特殊的迄食暗饭了，阮就无做了。贝壳布无带人，嘛是爱等去也还困。一区的鸭房，因为贝壳布安怎袂使困人？贝壳布后久啊，有一寡工具啊，要顾三合板啊，扣啊，刀啊啦，迄落有咱三合板，你要切较济，有当时爱用美工刀，所以贝壳布迄阵无困难。人家讲足困难的，但是我做，我感觉无困难。我这最主要是较大的消耗，就是迄落泥啊。这个月，譬如这个月卖几户出去，扣掉成本。我早给3%，因为伊拢爱提字啊，我无笔字，我无多啊，我来请讲调导回来，伊再搞算字为导数，教我白字为导数，安尼，都伫贝壳部我75年本来伊家迄阵去竞争辅导长我叫出去，我讲，迄个今年中秋节暗会我叫别人处理啦，你莫讲你物件先一部分先寄转去，要互你转去，安尼。安尼，用茫人讲我买啦。入来我再甲大伙讲，大伙，
你要小准备接备好补哦。啊，你离开啊，我你有啥物迄落会当交代我会替你做。因为有搞圣旨会导师啊，来你刻，你的面盘刻了，伊搞摆榴莲摆摆。你中秋节无可能好等的。啊，讲啊，我起码落摆，我就还没避免啊。我啊，咱无法度等去。副道长敢会讲白菜，讲无敢会讲白菜。照理说，榴莲你真的没有办法啊，中秋节没有办法回去，安尼。结果无几工，副道长跟我讲，你物件照样寄，但是中秋节晚会嘛是你爱你来主持。我听人讲，尾后来使来，你给我摆来摆看卖啊，用哪算算的吼，我该摆榴莲榴的吼，你安尼农历几月啊？好许多，拢10月底，新历也多10月底，那还有什么要注意？你回去。你的住宅公，你等于过等于会买厝。你讲我无去听，我什么都没有，等于我要买厝了，那还有呢？你回去第3年要注意，有一个结束，往上回用伊袂使讲落来。你注意，我迄就是一直当做我，结果等于第三单我带来关系，我是配合部，有当会含洗衣部，我要3个时啊，会照顾他们改讲啊，我门无关现在讲来迄个商人要走啊，无你过来洗衣部，我想洗衣部较好趁钱洗完zan了。我一个人煞负责2间反正洗衣布是早洗啊洗啊，拍的食饭以前就转来，我做8个布的啊，无影响啊。迄阵感觉是一直看我下年一拢会寄钱，我3节啦，我一节拢寄2000块转去啊，我寄转去秘书寄来哦，囡仔就讲爸爸我要留。我想要溜冰鞋哦，好，我就写报告，拜托监房甲我买，甲我寄。坐驾进前，陈清景就捌作曲。坐驾的时阵，因思念故乡、亲人，感触特别多，佫较激发作曲的灵感。伫遐做歌吼。我每一首歌拢有一个迄落吼触发我的灵感。像迄阵即个围墙啊，用剥一张墙啊出来，杨金海吼，伊讲请起啊，遐一张墙啊，所以我迄落有做一条迄墙啊子。情啊记，情啊记，叫我放假做一去，害阮孤单过着日和暝，不知将到伫倒位。情啊记，差不多安尼啦，像捌看有风吹，风吹啊风吹，你伫天顶飞，飞过山，飞过溪，传达阮的话。所以讲，我这每一首歌吼，拢有一个背景啊。头起来对赖希和的背景，我是伊安怎入来，我是无了解。但是
一个大学生互掠入来，吼，啊无偌久讲就神经错乱，啊身躯拢无洗啊，啊我拢是放风的时早啊掠出来洗身躯，拢无洗，拢臭光光啊出来放风，有当放风嘛还蛮出来落，伊惊伊的啦，无咧含人讲话啦，伊惊，讲飞，哦啊老，客户啊，你飞啥？毋是，我在是只鸟啊，我飞在看阿爸看阿母，所以伊这个我想讲，一个少年囡仔安尼互关下起笑，想讲想要伊幻想伊是只鸟啊，伊要飞转去看因阿爸因阿母，所以就我就想我注意这来写一首歌。地上天堂，美丽海港，离开情郎流浪在有只有期待望。坏小道，见袂着心爱的人，只有看见痴情的海鸟飞回故乡台湾。飞回故乡台湾，飞回故乡台湾。1975年，蒋介石过身，政治犯会当减刑，陈清景在1986年10月28日得到开释。出家了后，回去厝的，才知影人事全非。为着重建家庭，伊大先去拆船厂工作，然后买一支中国的萨克斯风，去酒店、地下酒家演奏，拍拼赚钱，搁开餐厅、茶艺馆、卡拉 OK 店，做个帮学介绍。喜宴川菜，我较早叫做荣兴川菜，光荣的荣，星星的星，荣兴花园的荣兴。荣兴川菜这是因为我人跋，人这个名。我是安怎会开这个川菜？因为我迄阵做乐队到底拢互动，拢每一个月一定在活工过，所以当个我多我才转来开这个川菜。开这个川菜是，因为我无客源无客源无客源，你要安怎？所以我只有是搁再结合这东华这因素。所以，台湾自治受难者协会南部分会就是伫我这成立的。阮大部当我来开会。楼骹较矮，阮拢去楼顶开会，楼顶开迄楼骹一定客满。头毋知袂话楼顶来开会，楼骹拢客满，是咪座位较少？但是嘛无可能见开会见客满啊。尾仔就因为有迄亲子单位问阮咧小姐，小姐，你莫讲伊楼顶是开啥物会？内底服务先甲我讲我你什么单位？你，我这正正当当的，你哪了解？无起来，请你起来遐听无要紧，唔加紧。所以迄阵
千里走水啊，我就完全是靠这东华的迄个阿妹啊，这东华若开会食饭啥哦，拢来食啦。陈深景出家了第3年，太太出车祸过身，伊一个人就养起这3个查某囝成长，完成终身大事。2002年60岁的时阵，陈深景伫网络聊天室熟识减伊7岁曲素清，重新开启人生第2春。当年因为散发台独人民漂移团单，被判无期徒刑。即马台独已经是可以公开讨论的政治主张。2006年应邀担任台独联盟的世界中央委员。2008年筹组台湾民谣爵士乐团。2011年出版乐中音乐创作。列岛悲歌系列，陈深景经常出席人权教育活动，向这些少年人讲家己的故事，伊的浪漫、坦率、热情、幽默，深深得到少年人这朋友的心。伊是天生的音乐家，唱出政治受难者的哀伤。嘛唱出对台湾这片土地的爱恋。我永远袂后悔，我是感觉讲，这是俺身为台湾人，俺应该爱做的代志啊。